卡步。兄弟，兄弟，小等，我跟你三撇了，我的兄弟。你真笑亏呢，路这大条，你是安怎咧搞动？路什么意思你？无啦，我都。拜托的吼，那你这个人安尼就真正无礼貌。人伊是有代志要甲你请教呢，你怎么安尼甲应这个话哈？对，人你讲你这有道理，是世界无意思的。我了解阮师傅呢，你真假我甲你水落。啥是你啊？唔是我，唔敢是鬼。小叮当诶，你也是这？叮当，你哪里想啥啊？你是无听拄则咧叫我啥物？我就是因师傅呢。对，而且我就拢甲你宣布一个，老师啊，即摆这个哦是我新练的新师，叫做赤卡步。新师啊，我即摆我甲你介绍一个哦，这个阮老师哦，恁人看安尼呢，伊正是这个龟上楼的楼主，叫做游子器。龟上楼？无是啥物做龟上楼？龟上楼意思你唔知哦？这若要讲来吼，爱真费时间。安尼啦。兄弟，你是阮师仔的新师，大家在遮见面有缘，归起来去归上楼，互我请宴咯，我才甲你解说。好。有看到无？有看到无？这拢毋则是做师傅的架势。哪有人讲无才调饲徒弟啊？竟然也敢甲人踮咧外口伫咧走跳，你也免写臭大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人讲食困无分寸，师徒2字是缘分，肯重是月人乾坤，互我看了加润笋。这个叫做什么步的啊？赤卡步啦，什么步？赤卡步，我即摆算讲替你出一口气啊，吼。无啊，你即马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无意无事的。你点啦？请问的吼，你大厅头写这3字，是写啥的啊？这3字你唔捌咯？这3字叫做龟上楼。唔是哦，应该念做龟子楼才对哦。这明明龟上楼，你甲我读做龟子楼，你真是有影唔捌李国强无卫生，也无小叮当的啊！你的目睭是去顾着喇叭，我竟然去拜一只这个痴迷牛伫咧做师傅，又是我的体面。先生啊，你是目睭去喇叭看到，是讲你真正是老花眼啊？你看，人这明明写龟上楼，你也讲讲龟子楼，迄是恁外行咧看无？若像我这种捌天眼通的人，我一看到我都看透过。这个牌匾明仔载就会变成龟子楼。对。心上人有天眼通，奇门遁甲做师公，一山自有一山高，保证绝对无碰风。
我这世人头一摆去撞到会晓天眼通的人，也毋过歹势，老夫无咧信这套。啊，你无信这套，啊无你是想要安怎样？我是想要甲你打赌，甲你搏一斗啊！甲我？对，明仔载你若真是有法度，甲我这3字归上楼变做归子楼，老夫甘愿输你3000两黄金。啊，你到时阵我就变好野人啊！是讲，先生啊，若真正讲哦，这赌若赢的时阵，我对你的身躯边的，这好康的哦，你唔通袂记你我这小叮当的呢？哦，你有够现实。嘿，财富啊，这唔是叫做现实啦，迄是事实啦。其实哦，你两个要博这赌哦，我嘛唔知什么人会赢。我是讲哦，我过去2赌我拢压落去哦。你即马吼，我是比钱啦、失败啦，拢不管，非题哦，我也袂讲句啊啦。恁爸饲你这只鸟鼠咧加布地，你若是输咧？放心，伊袂输，输的人是你，所以请你准备3000两的黄金链。拜托的好无？人甲你讲话，你莫咧拍断来讲病好无？你也知影哦，我赤脚步一生都是伫咧救世，但是我的身躯边，我是拢无半仙哦。无钱？无钱无要紧，你若是输，你就踮咧我这个龟上楼遮，甲我饼内底暗时先煞甲我帮洗骹水，做我的查某干一世啦。我看吼，这站咱莫打，啊无时候你来遮做查某囡仔，我就搁对你来做敬畏啊废气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爽快，天光大家都知输赢。小心啊，到我入来，师傅有话要甲你讲。小等，师傅啊，你是要交代为人呀，还是你这个财产要登记给我？好，你这个乌鸦嘴，你加讲话，我就对嘴甲你踢起来。行。好啦，再见了。哦。这个龟上楼可是起了气象万千，也毋过这明明都有偏离。堪离上客见天意，天数死人面杀机。若是住伫这间厝的人，绝对是财源滚滚。也毋过拢是一寡不义之财，颠倒气数若真的时阵，佫会惹到杀身之祸。唉，人伫咧讲见死不救，心上不安。等到熟悉着啊，我就要好好甲伊参详，小叫伊改一下。人即摆讲叫你明仔载吼，以前都爱将这个龟上楼改做龟子楼，若无你就输人哦。搁拄仔细细念是咧念啥戏哈？拜托的，我爱你甲我斗3工哦。我就知影，总有一天你绝对会拜托我的。无要紧，只要你若答应我的亲事吼，看是要安怎3工、4工、5工拢无要紧啦。你安尼讲几百遍啊？你讲袂成熟？拜托的好无？咱两个斗要几百回安尼？你安尼讲会落，我听袂落。几百岁才好人咧讲百年好合啊！你好啦，拜托者好无？你甲我吼传一碗面互我。我是讲话无够甜，还佫抹面呢。去旁啦！好咩好咩，旁就旁啊，讲遐济。哈，阿哥走去受刑？哪干那安尼尔？迄今仔若去看到我，袂输敢若见到冤仇人咧。也无想讲我对伊是有求必应，该起甲一档遮好势伫遐，互你互伊情用，免哪会知影讲伊啥物咧，甲你带法咧受刑咧。唉，是讲阿哥受刑，嘿，这嘛是无要紧呢。我以后吼一定是师傅啊，你歹代志做伤济啦。伊即马吼会安尼去做，第一当甲你消灾啊，对毋对？佫第二点，师傅啊，我今甲你见面哦，嘛爱甲你讲一个详细的。我毋是要离开你啦，这是阿哥甲我讲的啦。阿哥讲你吼，平常时吼，就好事毋教啦，歹会教一大堆啦。你是倒大贼啦，我做小贼啦，我小小年纪对你的身躯边啦，毋是共偷你就共偷念啦，无就共欠啦。像讲我以后是要嫁啥物人，伊要甲我交代讲哦，无论安怎，都无搁甲你做伙。嘿，歹势，所以我才会离开你啦。啥物叫做偷，啥物叫做抢？你毋通当作讲这道的真软貌呢？无3、5步7啊吼，连啉水你都无哦。唉，其实你嘛知影讲，我是真心咧爱恁阿哥啊。伊忽然间会甲我变心，我都想无咧。是讲阿哥安尼做吼，一定是无歹意的就对啦。是讲吼，师傅啊，不管安怎样吼，都遮尔年岁遐尔济啊，咱着歹路毋通行，你若搁继续行吼，有一天若去哦，迄官家知影，我想哦，你迄个时阵会真出名。出名你会头啦！我伫咧想吼，
恁阿哥是移情别恋。你家己莫胡思乱想啦，莫胡白想啦。啥物我咧黑白想？今仔日透早我去找伊的时阵啊，你敢知伊看到我，敢若我着惊咧，甲我挡条条，毋互我入去甲内底。我拄咧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我一个要倒转去的时阵，行到迄个楼梯间仔遐叫我发现到有人的血条。哈，有人的血迹。那你安尼讲起来是讲阿哥因兜内底有发生命案？这我是毋知啦，但是我敢肯定讲吼，内面绝对有啥物奇怪的代志咧行，我知。既然若安尼的时阵，你当初你是安怎样哪要出来？你莫搁入去看卖一下。你有够戆的！呀，恁阿哥啊，都甲我挡条条，直直甲我赶，伊都毋肯互我入去。迄个时阵，我若是强强入去吼，伊共款我哪会封闭啦？所以吼，我毋则想讲，你转来上拄好，安尼拜托你甲我斗3工。安尼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就是要叫我去阿哥遐，要去了解迄个命案，对毋对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相信你哦。你真是来是，你袂用叮当，这空气才大吧？你若无小心，就会离开啊！啥鬼？等下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嘛毋知影，我只是想要离开这个所在。好啦，你走啦！你上好伫我面头前消息，莫继续我面子都甲你低调调啦。我只是心情真悲痛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双亲之痛，只有你有权利悲伤死。你若毋想看卖啊，我千里迢迢来找赤脚步，都是为了要为阮娘娘报仇。这无可能啊！是安那无可能？你对伊了解有偌济？为什么伫咧替你讲话？以我伫咧家观察你的行为，我感觉恁这个代志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就事论事无恶意，小姐何必来受气？冷静莫急识道理，将有水落就出事呀，就出事。那以你的讲法，无咧靠你谅解迄害亲仇，嘛是一个误会啊！话袂投机半句多，其实你毋知影代志真多，故事。刘小安，刘小安，刘小安，施主请留步。你是兵道回京，施主，你的性命是这位姑娘救你的。根本就无应该救我。是啊，既然你这么不明事理，我应该甲报你一件，互你死死会好啊啦！你若要害我，即马嘛还阁有机会啊！你莫逼我！好啊好啊，两位施主，莫遮尔啊冲动。这位公主，你的伤魂虽然是有较好啊，也毋过也是无适合走动。本来是应该等你伤魂拢好了后，才请你离开。也毋过，我实在是不便留你。今日道长相助之情，来日度步，故事。老小安，少年人就是脾气遮尔啊暴躁。金姑娘，你还阁徛伫遮创啥？伊受伤的时阵，我看你的眼神足着急的。假使若毋是真是介意一个人，你是袂遮尔着急。你是刘白讲啥物啦？我虽然是一个修道人，也毋过你毋通袂记，我嘛捌少年过。我要考考你一句问题，假使你若是真是介意，就爱好好把握。你搁徛伫遐咧创啥？紧去啊！有啥物困难，欢迎你随时倒转来。
用是要倒位啊？阿哥，是你啊！阿哥，听到声，我看到影，以为缀一个乌狗兄，看到阿哥我心着惊，拥有自情像安尼啊！多年不见你行踪，亲人四散心空茫。人生本在尘世浪，相逢虽然风不动啊，风不动。阿哥啊，迄个游志去哦，伊敢是足爱你的，我嘛感觉阿哥你嘛足爱伊的啊。啊是安怎样？你哪有来遮修道？我修行是替伊伫消业中，我每工清心静修，就是希望伊会当早一日回头是岸。今仔日吼，我的师傅吼，伊会做他个人偷摕物件，伊最主要吼，毋是为着这3顿呢，伊是要用证明讲伊功夫抑阁足好的咧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阿哥啊，我问你一下吼，对遐走去迄个查某囡仔，伊是来创啥物话？伊是解救一位叫做梁孝安的公主来遮疗伤的。梁小安，阿哥啊，这个小安尼安尼哈？伊就按当兵去啊。哈？按当兵去？哦，我就知影咧，一定就是迄个英珠啦。拄则时阵哦，又撞开出去，吼，去甲我做小安尼啊啦，吼。伊明明怀茶叶入灶，岂能互伊去逍遥？我的计策真济条，效果绝对互伊了袂掉。阿哥啊，我才刚刚想到一件代志哦，足大条的，无来去办袂用哩。我先告辞者。这个囡仔真害，是讲小叮当哪会知影我伫咧这边倒位？一定是游志去甲讲。这个游志去，敢讲伊看出啥物破绽是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，相信你哦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甲你放开，恁就先将你身躯的银两交出来。原来你就是耍残！耍残，嘿嘿，你莫看无起我，我地兴飞天手是专门偷迄个黄金国籍文武百官的。看你这个型，敢若袂歹哦。你今日这摊生意是白做的。哈！你想要骗我？无要紧，我先甲你抬死，我慢慢来教你。你一命啦！大太公道。当头白日竟然伫遮咧抢劫，你敢有枉法？哈，枉法！我飞天手地形讲的就是枉法啦。看你生得袂歹，甲你三个酒楼卖个真值钱。嘿，不要！姑娘功夫袂歹嘛。哎呀，是什么人？什么人敢骑着啦？骑你不对啊！好，不要紧，有人来斗相共，我会赶才找你。哎呀！请问是倒一位高人相救？请你现时后面做我当面甲你说多谢。小兄哪无去啊？小兄，小兄，你是倒位小兄？面前一颗乌罗酥，我以为魔神仔在挡路，阴阳天理有定数，唔通掠我这个老糊涂。看到乌影遮大声，害我差点叫阿娘。恶人无胆是真正，
目睭金金免着惊。无你是安怎样？你爱出声啦，要人惊人会死，你知无？啊，你煞袂认你是我哟？我问你，我互你问，比吧，你是毋是有甲我感觉讲这个吼正正气这个人吼，伊是毋是无啥正派啦？哦，你认为讲伊是一个无正派人，你是毋是查出到伊任何疑点？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正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多霜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穿衫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正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多霜天气真